請在場兄弟元首協助，將財神、兩位大將、獅子、馬夫、馬搬出廣場中心，準備化榜。喂，一個袋裝得啦，係嘛？一個袋裝得，一個袋裝。有啊。呢個中間喺度中間擺埋。呢度。另外，提哥，啲聖香燈籠啊，嗰啲全部都攞晒過去揾兄弟。喺你後面，地下嗰啲燈籠，全部都攞埋過去。另外有啲唔該過嚟大廟門口所有金銀紙和港盤幫埋過去，兩個幫手唔該。你見到我就唔好話我哋去邊個位？只要你喺在世嘅時候咧，就唔想講咩嘢就或者呢樣嘢意思。即係如果你在世之後，你死咗你都唔使翻嚟，我俾錢你就唔足夠。係啦，所以一件化就係講佢啲錢。我出邊啊！2、3，邊睇到你嗰邊？等。使唔使揸一陣佢啊？1、2、3，小心啊！大佬搏啊！喂，揾個睇頂。得。低啲。前面可以低啲。可以再走旁邊。過咗啊！冇再高啱噶啦。可以啊，唔再高得啦，係定住咯。跟住咧，細啲先幫下邊好。多啲，多啲。死咗財神情況擺太高，太危險啦！情況向天。下頭，宇宙分開兩次化要，因為太多啦，要分開兩次化。在場兄弟注意，由於錢賺太多，要分開兩次化，唔該，分開去兩次化。唔好舉高，情況，因為舉高講真太危險啦，而家太多花牌喺周邊啦。如果分兩次化嘅話，有冇唔將？係開仲要搞㗎啦。在場中國人員注意，首先將係啊，影張相試試下。你唔好行咁埋啊！睇翻環境台啊，唔該晒。
4個